成日戴 con 都會出現眼乾眼攰，有時候做嘢出街到收工返屋企，數手指足足對 con 戴咗8粒鐘，有時仲高達12粒鐘。對 con 試過乾到甩出嚟，紅筋爆現，加上成日摸黑喺床度玩電話，藍光傷眼，長期夜瞓令到一隻眼睛好乾、好攰、好懵。試過滴眼藥水，但治標唔治本，搞到對眼好脹。朋友介紹食草肌亮目丸升級版，有超過100位眼科醫護推薦，仲有中西護眼黃金比例配方2000mg 花青素，幫助大人抗眼退化，小朋友零近視。食完7日，感覺對眼好似精靈眼潤咗，由根源解決淚水分泌問題，藥水滴少咗，對眼都冇咁容易攰。呢段時間我都唔需要再依賴眼藥水。小朋友長期控到好近望芒，見佢成日大力眨眼捽眼，都會好擔心佢對眼。小朋友雙眼12歲前都係眼球發展黃金時期，唔好呵護眼分分鐘影響視力，深近視更會日後增加眼退化風險。小朋友跳跳紮，特別我個仔又踢波又游水，做家長當然想佢 keep 住唔使戴眼鏡，用健康嘅視力去開心探索世界，唔好似我咁要戴 con 或眼鏡。草肌亮目丸升級版3歲就食得，大人食咗可以抗氧化，減低眼退化風險，保護晶體眼睛清晰。小朋友吸收花青素就可以保護眼睛微細血管，血液循環得好就有充足養分，令到眼球發育完成，亦都唔會爆紅筋。記得去萬寧草肌專門店或者官網 Cinnamore 度買啦。草肌亮目丸升級版，全方位護眼， 3歲食法，超過100位眼科醫護推介。